乡亲，咱就来看民众的好感度超过80度的阿中部长陈时中，即摆是上界强的观光大赛。前这个拜六礼拜去游垦丁，是互垦丁逛逛馆。这礼拜六要换到台南，市长王伟提供，到时阵要甲台南这出名的小食面，像这个虾卷啦、碗粿啦、山药啦、鳝鱼意面啦、牛肉汤等等，全部结合起来，做出一个大型的阿中的自助餐，要来迎接到防疫五月天。像前日回写出5月23甲24这2天，肯定是闹得滚滚。所来下一个行程，准备要来到台湾有名的美食之都。大火炒鳝鱼，来台南一定拢会食的鳝鱼意面，也阁有这用烫的温体牛，台南人拢非常爱牛肉汤，也阁有名的虾卷，满豆人气的碗粿。台南的美食真正是讲袂完。为了迎接陈时中，台南市长吴伟德要让阿中部长一届食一个够开。想到有一个阿中自助餐呢，阿中自助餐呢就是欧式 buffet 的概念呢，就是把一些好吃好玩、好吃的东西就分作3餐塞给阿中的肚子里面。咧准备出大型的阿中自助餐来迎接防疫5月天，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，伫市长吴伟德的邀请，要伫咧5月30、31拜六礼拜2天造访台南。刘伟陈中辉嘛伫咧面册公布这个消息，嘛透露希望带陈时中世界行行咧来一撮古迹之旅。防疫团队这撮虎城之行，恐惊3天3暝拢无够。